这场选举是在彰实台湾前途未来方向的一场选举啦。咱会当看到现主时国际局势，现主时印度的总理莫迪伫倒位，大家唔知道注意到无？伫美国，现主时等伫美国。伫这个进程，韩国的总统嘛去美国，菲律宾的总统嘛去美国啊。日本的首相嘛去美国，搁去乌克兰，大家拢足清楚。韩国过去是亲中呢，菲律宾过去嘛是亲中呢，印度过去对美国和俄罗斯是等距离的，但是为怎样因这个国家拢改变方向？因为因真清楚，世界已经进入民主甲极权对抗的年代啊！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下面，咱未来正月13的选票，就是用咱新型的选票决定台湾未来方向。大家讲对啊唔对啊？对。大家讲对啊唔对啊？对。咱应该伫民主这条道路上，继续勇敢向前行，行向世界。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下面，接受九二共识。一个中国的原则，这等于是行回头路，行去中国的这个路线，这咱无应该接受。然后一个人若主张服贸协定，要搁重新再起的话，者表示伊有若无看到现主时世界局势。各位大家唔知有注意到无？今年啦吼，2023年正月份到这当今，台湾。对美国的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对大陆投资的金额。台湾台商伫印太地区投资的金额，嘛无输对中国大陆投资的金额哦。这表示啥？表示台商非常清楚国际局势，因已经渐渐离开中国这个所在啊。所以美国包括墨西哥。这是未来一个新的生产链的地方，所以咱台湾应该爱行着方向，咱应该爱对着阵，伫世界民主的阵营继续发挥，伫新的全球供应链之上，咱继续发挥咱的功能，这才是咱台湾咱未来前途所在。所以，请大家伫这要甲大家报告，要甲大家报告，2023年，咱台湾总体的经济体制跟产业的结构，已经跟2010年，2014年10年前在谈服贸的时候，已经截然不同了，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如果我们再走回过去的老路，想要走到一中的市场，对台湾绝对不利的，对台湾绝对不利的。所以我伫这诚恳甲大家拜托，请大家支持赖清德。赖清德代表的意义，就是伫民主的路途上继续壮大台湾。恳求大家好唔好啊？好唔好？好。互赖清德当选，互咱12席的立法委员讲一个专利单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好。拜托大家，多谢大家努力，多谢。谢谢。